位于台中西屯的佛光山新会中寺，启12年正式落成启用。市长罗秀燕嘛去参加启用典礼，伊感谢到会中寺秉持佛祖的精神，推动善的力量，让台中更较好。 庄严慈悲佛祖见证，泰日乐集带来隆重的古艺演出，为台中市西屯区佛光山新会中寺落成来起鼓。欢起来，爆竹的吉祥号。超过3000名资深中老加各界代表剪彩护道吉祥，经过12天打造新会中寺启用。欢迎大家随时随地都回到会中寺来增加我们的力量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强调讲，会中寺一路成长到今嘛，带予台中善的力量，以全港来祝福。这30年来，我也跟大家一样，受惠很多，受到我们佛光山的指导。 会中寺强调讲，相信未来会当以30年的方法经验，再度集中中部所有信众力量，和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继续发展落去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